大家好，我叫黃世欣，今日我會介紹能量嘅守恆定律。能量就好似超人咁樣，有幾種形式同種類。第一種就係慧能，物體因高處而具有嘅能量，譬如個蘋果喺樹上面準備跌下嚟咁樣。第二就係動能，物體因運動而具有嘅能量，好似你騎腳踏車衝下山坡咁樣。第三就係電能，電流流動所產生嘅能量，被燈泡同埋手機亮起嘅能量。第四係光能，光線所帶嚟嘅能量，太陽同燈光帶嚟嘅能量幫植物長大。第五係熱能，物體因溫度而具有嘅能量，讓東西變熱，好似火爐咁樣變熱啦。能量守恆定律就係能量可以轉換，但總數唔會變。能量唔會憑空消失或者出現，但係會變樣子。譬如你掉個波喺空中，佢就有慧能，跌下嚟咁樣會轉成動能，落地就會產生熱能同聲音。能量轉嚟轉去，但係總數都一樣，好似天平永遠平衡咁樣。過山車就係最容易展示嘅例子。喺坡頂嗰時候，過山車有慧能，因為好高。滑下去嗰陣時候，慧能就會變成動能，一跳會衝得超快。到下一個波，動能又會自己變返做慧能。有啲能量會變成熱能同聲音。生活中有好多能量轉換，譬如太陽嘅光能變成電能，點着燈泡咁樣。結論就係能量轉換係自然界同科學應用嘅重要現象。從遊樂場嘅過山車到燈光同太陽能發電，都有能量轉換嘅現象。記住善用能源轉換，讓生活變得更好、更便利啊！多謝大家。